将阮的心肝藏踮你的手内，你敢敢甲阮我看卖？不免什么世言，不惊任何阻碍。若有你，就有全世界。过去袂有陪伴你，阮决心爱你到未来。爱到未来。无论是海角天涯，有你的所在，就有我幸福的门牌。无论是啥人的爱，阮拢嘛无爱。你是我，你是我一生的期待。这副组哪会无缘无故转去？敢阮是新明伫咧警告我？花条是花，讲起来简单，毋过我因离花伤远，无法度搁回条啊。当初既然我选择这条路，我只好勇敢行落去。这一切敢若会当怪命运你创治啦。若是无钢筋蛇，你就永远袂发现这个事实。咱就会亲像一对亲情的爸仔囝同款，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毋过即马讲这一切拢想办啦，袂赴啊。像你，天作孽也阁会当活，也毋过自作孽不可活。我已经警告过你啊，你无咧听，而且后果你都爱家己担。请拍个响，有牌有保庇，我做保庇你平安无代志哈。多谢你，来。观音辅佐在上，信女林秋玉，诚心祈求，请辅佐保庇客爸陈碧川，朋友沈文华，平安健康，事业顺利。观音辅佐在上，人拢叫我海哥，而且求辅佐斗保庇，会当互林秋玉赶紧出国，安尼哦，我就免逐工对伊四界哭哭撞啊。爱求辅佐通点化林秋玉这粒石头，互伊头壳较清楚的，较早规模，莫逐工遐醉生梦死，幻想伊的梦中情人，都会转来伊的身躯边。徐啊，你拜好来哦。是哦。连续几礼拜了，我给你关注来。你是安怎？我面相都无啥好啦。徐哥，那你遮拄好啊，咱又好见面啊。你真是阴魂不散呢，一个敢若莫变鬼咧。阮走一队，你就对到队。顺姐，阿姨什么人啊？你敢若看迄高头鸟鼠鱼，敢有可能是好人哟？人你叫海哥啦。哈，伊就是海哥。秋啊，天气遮尔热，敢有需要伫遮受苦？归去啦。照我正经讲的，你钱摕摕离开台湾，安尼对大家拢好，敢毋是？海哥，
阮卖香，赚的是辛苦钱。你若是要买，我只感谢，嘛会请菩萨甲你保庇。你若是唔买，请你行较远的，唔通妨害阮做生意。这无迄面爸爸去大鱼买吼。你这阿妈迄无讲道理啊！妈是讲你人济，阮就好欺负啦。我甲你讲，我唔要你惊你啦。嘿，阮做一个相识你也原来家有理哦。咱要伤假，小等下报警才甲你抓去啦。伊叫警察来哪有效？我就无叫海过。你若继续安尼逼怨吼，我真正甲你拼命哦。好啊，我就看你有几条命通我甲我拼。好啊，翠哦，既然你咧卖香，我甲你买，这香安怎卖？无要卖啦。你是要来闹着的，你敢真是要来交关的吼？当作我唔知影。你讲啊，你就唔对啊！你观音佛祖的庙前，你是惊我甲你安怎样？来，我看卖。这香就臭屁啊嘛！我搁看卖。这香拢无顺嘛，你去看卖。大家注意啊！这三个人卖香问题，大家莫甲买啊！你靠！你有够靠！无你是要安怎？真正，莫甲伊生气。海哥，较早有一个富林人，用家己的头毛买香烛来敬神，结果风伤透，所有人的香烛拢互风吹甲欢喜啊！敢若伊的香烛搁倒咧，因为伊是诚心诚意，用伊家己的头毛来换香烛的，所以好香、歹香是一回事，敬神的心才是上重要的。人讲牙头三笑有心灵，恁讲你要买香，却将香等伫咧涂骹，恁伫咧菩萨面头上讲假话，敢惊会有报应心？这人哪会遐尼识字啊？安怎会甲香拢丢伊的头壳？师傅是要拜神的，你哪会知迄意思啊？你这大人哪会这样啰嗦啊？算了，我不爱买啊，行。安怎？不爱买袂用钱呢？你糟透也不要紧，要么这香是起来敬神的，你糟蹋这香就对神明不敬。你会当无买，也毋过请你将伊摕开向我。你这查某人哪会这么烦啊？是咧犯啥？跳啦！也是啊，跳起来啊！跳起来啦！跳起来啦！红巾哥的。等者，香是你等的，你家己嘛爱扣。这只老狐狸，伊哪要假中方？讲伊是要了解所有的真相。安怎安尼？包括我唔像伊，彩云的内情，所有一切，伊唔都拢知影。好，没算，我都陪你算。
啊，你不是应着风啊？秋雨，秋玉这么疼你，这么爱护你，你竟然反背、陷害伊，搁代替伊，当作是我查某囝甲我小娘，你安尼做，敢对得起秋玉？敢对得起你家己的爸母？爸，我你莫叫我爸爸，你根本不是我查某囝，我要处罚你，我要甲我予你的所有一切拢摕回来。你嘛永远不是我的查某囝，永远不是周氏企业的接班人。爸，请你原谅我。我是得罪吧？是啥？是我，干副总。什么代志？我有重要代志，请你出来一下。你伫客厅等我，我随过来。那阿妈，你找我有什么代志？我若讲出来，你还有心理准备？你的心若是轻人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。那阿妈，你找我有什么代志？我若讲出来，你还有心理准备？若听到，莫受惊呀。到底是什么代志啊？先把这杯啉落，小对一下，我才甲你讲。哎，无毒啦，我有真侪代志需要你斗相共，我敢会害你？你讲啊？恁老爸这2天，拢有要行出去。你讲啥？伊的中风是假，你讲我妈妈伊电话是假的？好佳哉我发现了早，要补救了。要安怎补救？即摆恁老爸是咱共同要对抗的人，咱都要同心，甲拄掉。啊，若无，咱的下场会死甲真歹看，就无采咱之前的老血老汗。啊，毋过我入来担架了后，伊毋捌责备我，伊遐尔用心地疼惜我。伊都已经知影你毋是一查某囝，嘛知你陷害秋娇秘密，伊敢毋阁听你爱你，甚物互你做伊的接班人？莫阁想我啦，照我话做，这是咱唯一的一条死路。
知影你已经离开这，无可能再回来。也毋过，我也是忍袂住要回来这。想起了过去的一切，爸爸心肝内欢喜又搁艰苦。欢喜的是，伫我活的时阵，竟然还阁有机会会当看到我真正亲生查某囝。艰苦的是，因为爸爸的疏忽，又搁互你流浪伫外口。爸爸真正真自责，我亲生查某囝明明就已经来到我面头前，我竟然搁甲伊赶出去。爸爸真正无多原谅我家己。若有你，就有全世界。秋瑶，若是天公伯啊，会当可怜我，我疼惜你，都互咱伯仔囝早日小弟，时到爸爸一定会好我报偿你，好我疼惜你。你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。出去福建，你这出考入价到底免偌久啊？无毋对，我中风是假的，只毋过莫因为安尼，我就让知影讲我这个厝内有遮尔济秘密。哼，只毋过你会当知影我是假中风，嘛算你厉害。2天前个半暝，我听到客厅有声，走出来一个看，发现楼梯头有黑仔印。迄个时阵，我就以为是你。为着要证实，我专工走去你的房间，果然伫你眠床边，发现你的黑仔印。这敢会当讲天公伯疼惜我，无去中你的计。做菜的花俩菜，金川，这20年来，我甲你当作我的亲兄弟咧看待，互你参与公司所有的代志。我对你遮尔好，你竟然反背我！你对我好，这句话你讲会出嘴？无你即马是要互我算账？好啊，咱就为头好好算一个。你不但甲我做这项，斗阵大汉，感情阁真好的彩云抢走好大件，我都走，原本就应该上意外的就是企业。你安尼叫做对我好？阿莫个仔，我太够软的，即马就是企业，也面就要落在我的手里。啊，彩云嘛已经是我的人。你是凭什么讲彩云是你的？你是凭什么讲就是企业是你的？你只不过是老董事长当年你外面捡回来一个野种，你根本无迄个资格啦！爹你！啊你咧？你又讲是啥？恁老爸生意失败，你才不得已才来娶彩云的。你不过是小偷领导的财产嘛？佮比我好偌济哈？瑞秋，我对彩云是真心的。你是凭什么讲？你对伊是真心的？这20多年来，你对伊的身躯边，你是有目的的。你找机会设计，互我做乌龟。江金川，你才伤过卑鄙！卑鄙的人是你。几十年来，我伫你的身躯边，你所做的一点一滴，我是看甲清清楚楚。今摆若听到人叫你当处长的时阵，我听到用要吐。
因为你根本就是一个禽兽不如的定子。你快点啊，卖有讲啊！我偏偏要讲，但闭嘴。对我心看来，我感觉你是个足可怜的，因为你反背你身躯边所有查某人，淫秀、彩云，甚至你家己的亲生查某囝秋玉，你不但无法度反应哦，连都替因带来痛苦，因的一生拢断送在你的手里。你不是一个好后生，更加不是一个好老爸。我若是你，我早就去弄表死死了啊！下面伫个遮上来，身躯比最亲的人。秋瑶，你是安怎？秋瑶，秋瑶，秋瑶，你是毋是咧做噩梦啊？秋瑶，秋瑶，秋瑶，姐，我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？是的啦，我做噩梦啊！我梦到阮爸爸、和彩云阿姨、江副总，阁有秋美。被杀落去海，我想要救却无法度。哦，我就是咧做面梦尔，我记发生什么代志，我错一条了。迄个梦敢若是真的，我看到阮爸爸特别互人送一约翰进前看我的眼神，我到今嘛阁感觉迄是真的。秋瑶啊，那你讲吼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可能是你不能是受恁老爸受了伤过厉害去啊啦。啊，足简单嘛！你若袂放心哦，明仔载去看伊就好啊吼。你的心若是轻柔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靠你的人，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。你想要爬起来是无？爸，真实的，恐惊暂时无法度，因为钢筋泉伫你身躯顶注射。秋美，我慢慢想会到，你竟然搁钢筋泉连他起来，还陷害我。老实讲。伊毋是我亲生查某囝代志到这来啊，我嘛不必要隐瞒你。无毋对，我毋是你的亲生查某囝。怎先来有啥？我刚是想要听你亲嘴承认。安尼讲起来。秋瑶，伊才是我亲生查某囝对。大汉，我著跟阮妈妈伫个歌舞团，经过真侪人情的冷暖。阮四界去流浪走唱，我定定去人笑，我是无爸爸囡仔。这个苦，我敢若会用点点啊忍受。啊，不过我煞无法度反抗命运对我无情的打击。迄日到有一天，我妈妈轿车弄掉。伫要过身之前，伊提起着秋玉身世的秘密。迄时阵，我就伫咧想，是安怎通一个妈妈饲大汉的，
会有遐尔啊无共款的命运。我妈妈若过身，秋瑶就用令伊的亲生爸爸做伊的千金小姐。也若我咧，我唔奈一无所有，我会忍受失去妈妈的痛苦。迄时阵，我心肝内只有一个想法，我要出头天，我要成功，我要得到金钱、权利，也到有世界上上美好的一切。只要甲秋菊的菊改做是美，我的人生就会无同款啊！所以，我就甲我的想法变做是事实。我偷偷改迄张被。你敢有想过，秋瑶对你这么好，而且你即马已经得到本来是属于伊的一切，你已经变成我的查某囝，你竟然搁要陷害伊，秋薇，你敢有良心呢？无毋对，过去我甲伊是一对真亲、感情真好的姊妹啊。在我离开单家进前，我嘛有甲我家己讲，我一定爱好好对待伊，弥补我为伊身上所夺走的一切。但毋过代志毋是遐尔简单。就伫我经历过金钱、权利，也搁有物质的欲望了后，我的想法开始变了。而且，我去爱着文化，为着文化，我只好甲秋瑶赶走。你伫怀疑？上早秋菊会无缘无故离开下仔工程，我即摆用真坦白甲你讲，是我要求伊走的。我无希望秋菊搁出现伫我的身躯边，因为秋菊的出现，我的美梦随时拢有可能会破碎。我毋知影我的身世什么时阵会去互拆破，我只好心肝掠瘫痪，想尽办法。逼伊离开。你实在太可怕。我嘛知影我对不起秋瑶，不过我已经无法度回头啊。既然我选择这条路，我只好勇敢行落去。你到即摆到这边，莫阁叫我爸爸，你不是我的查某囝，我不是你的爸爸。其实，甲你相处的这段日子，我真是足快乐的。我自细汉就无爸爸，你完成我这个梦，让我的梦会当实现。不过真可惜，这个美梦无法度继续，我真是感觉足遗憾。秋美，每一个人拢有可能会为了利益背弃家己的时阵，你莫阁安尼做啊！也若无，你的一世人良心不安，你的一世人去受到江心蛇伊的控制，你总有一天一定会后悔。为了我已经无路通退啊！秋美，
侪心血甲时间，我无可能安尼就来放弃。金川，过去的代志，我会用办法你计较，你莫安尼对待我好。无你即摆咧讲猛男，代志已经到这个地步，无啥物通好讲的。小美，我已经叫阿出来出去买物件，即马是下手的时阵。你到底要啥？只要你伫这个世间消失，一切就会天下太平。爸，不管你安怎讲，我会认定你永远是我的爸爸。你放心，你过身了后，你的新猪牌啊，我会永远奉献。将来，我的囝儿嘛会姓陈，会传承恁陈家的香火。好啊啦，莫下面讲遐济啦，紧动手。紧来啊！我实在是无法度下手。有路用卡死。金川，你帮我走好。好，我帮你走。金川，金川，金川！我是无甲你杀哦，是你家己跳落去的。你的心若是轻闹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。不是我咧杀的哦，是你家己跋落的。阮爸爸伊安怎？你老爸佫不只论命，还佫咧喘咧。有人等，紧入去。别出来！别出来！别出来！别抓！别抓进来！救命！别出来！别出来！当队，当署长，当署长，我打电话叫救护车。我爸是安怎？我拄才已经提及观音佛祖保庇阮客爸，互伊平安无代志。希望佛祖会当听到。树啊，你若真是袂放心哦，等看恁客爸啊嘛。是啊，毋过我答应过秋美，我要搁等伊陈家。哎呦，拜托咧，莫我提起秋美啊，好毋好？我讲秋美这个吼，真正是无情无义、无血无目屎的人啦。伊凭啥物做这个当看担当的？担当的是恁客爸啊呢？查某囝看老爸，这是应该代志嘛。秋月，免插的。秋瑶啊，做姐讲了无毋对啦，你若是袂放心哦，你就对伊看卖啊。阿春，小姐，你倒来啊？我想要来看客爸啦。你大门门关哦，我就直接入来啦。客爸有伫个无？头家人伫咧病院啦。
秋美，哪会发生这件代志？恁爸爸是中风的人，伊哪会无缘无故对楼梯顶爬落来？我嘛唔知安怎发生的啊，无可能啊，阮爸无可能家己坐轮椅出来啊。还有你啊，小玲，是安怎这件代志发生的时阵，你甲阿春出去买宵夜哈？是的啦，是阿春讲讲午总想要食宵夜，啊，毋过想话伊毋敢一个人去买，所以我才袂去。金庄，警方迄边安怎讲？这边警察先生讲，伊甲碧川的病历为病院调出来了后，发现碧川根本就无中风，真有可能家己无说理，为楼梯顶爬落来。碧川无中风？陈太太，根据恁所提供的消息，阮警方会等去调查，若是有新的线索，请随时提供给阮。我知影，多谢。来，我走。卡叔讲，碧川中风是假，那呢我甲金庄的代志，伊毋都拢知影。既然伊无中风，是安怎要骗大家咧？碧川到底是有啥目的？那雄雄对楼梯顶爬落来，敢讲这个甲金庄有关系？金庄。这件代志，你有啥发现？我有啥物发现？我拄则要拜托警察，一定要紧把真相调查出来。小莲，等奶奶身体一年，你今日回去加上休困是休困。唔免啦，我袂忝。小莲，进来。要安怎？万一阮爸无死，甲咱的代志讲出来。到时阵，我是主谋，你是共犯，咱两个人，一个都别走向前。爸爸来。秋勇，哪会叫陈碧川爸爸？我第一去救啦，连警方拢查袂出来。爸是安怎向我跋倒？这万一爸若是有啥三长两短，我是要安怎？天公伯啊，一定要保庇阮爸爸平安无代志，我拜托你。秋勇哪会伫这个时阵转来？我的心情已经乱糟糟啊！伊搁转来乱，万一若去发现什么可疑的所在，我是要安怎？医生，阮爸伊即摆安怎？手术真顺利，假使若无感染，甲其他的并发症，命应该是救回来啊。安尼就好。啊，毋过因为伊的头壳甲梁骨去伤着，所以就算精神，伊嘛无法度行动。这点恁要有心理准备。那安尼讲话咧？恐惊是无法度。我敢会是要看我爸？手术房内底较容易感染，家属是袂当入去的，会去影响到别人。多谢。你的心若是欠人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知，你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依靠。你是啥？你不是怀疑？秋美，你现在要安尼欺负秋瑶，现在要夺走伊的一切，现在要陷害伊。你不是怀疑我？你为着利益，为着欲望，失去家己的良知，甚至亲手伤害碧川，做出这么无理性的代志。
敢讲你唔惊报应是？小阿姨，你给我点去！你做代恶行，我要带你走。我爱你死！你小阿姨不行，我叫你帮我说，我爱你死！你小阿姨，你帮我说，求你！你小阿姨，我求你帮我说。我也走吧。金秋阿姨，我知影你一定伫咧怪我，毋过我所做一切嘛是不得已的。虽然我甲秋月的感情就敢若亲姊妹啊，毋过伊的作务比我好太侪太侪啊！是安怎？伊会用有一个有钱有势的爸爸，也若我咧，我虽然散车过一世人，我也毋甘愿。你莫来甲我看，伊是害秋月害爸爸，我嘛真自责。阿姨，我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一个人3更半暝毋困，走来册房，对着一把刀咧细细念，敢毋惊欠落落？什么落来？在这间房间，我有真感谢你。本来我就想讲，要了解陈美川、甲蔡文的一举一动，哪知影，煞无意也无意，去录到你拄则所讲遐话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即马。毋若有你出庭证明，还阁有这款录音带，你是毋是当阁继续做单家的大小姐？就完全袂看我，是毋是要顶头？我会当互你活，也会当互你死。你到底想要创啥？真简单，只要你伫董事会举手，我做周氏企业的代理董事长。你唔通袂记你，咱总这些约束，更加唔通袂记伫这款录音带内面，你有亲嘴承认要害死陈美川。只要我把这款录音带交给警方，你都要乖乖啊，伫笼仔内度过你的一生。你唔惊？我讲出你才是主谋者。我早就讲过啊，我若是主谋，你就是共犯。到有这个证物，我就等伫警方面头前，讲你就是主谋。啊那我会当否认一切，因为现场并无留下任何证据，警方嘛搜查过啊。所以，这个录音带若交出去，你想？警方会相信啥人讲的话？你已经无选择余地啊！你
你若乖乖听我话，银行发生的代志，我会当作啥物拢无发生。安怎？我咧听候你就答复我。好，我答应你就是啊。安尼就对啊。有这个路恁大，我相信咱以后合作会真爽快。爸，我来看你啊！我是秋玉啊！你太坚强，要摕出勇气，好好活落去。爸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别川，阿姨，别川，你的意志力比任何人搁较强，你一定袂瘾倒落去，爱支持落去呢，别川。姐，你辛苦啊啦！你伫无年无日照顾爸爸，拄则医生有讲，爸爸已经稳定落来啊，真正多谢你啊！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既然爸爸已经脱离危险，那安尼，搁较好好照顾伊，希望伊赶紧好起来。迄是当然的啊！我是爸爸的查某囝，我比你搁较希望爸爸会当赶紧好起来。既然爸即马无代志啊，那呢，你嘛能等于好好休困，食到好运就好啊。秋玉，你嘛忝啊啦，无你先回去休困，吼。好啦，啊无我先来走。既然爸无死，那呢就免互秋玉继续留落来。为着公司的运作，这摆会议一定要选出代理董事长。其实这件代志，我伫咧私底下嘛毋过为董事参详过啊，各位嘛拢无啥物意见。即摆甲孙董事长夫人甲总经理两位，还未表达因的立场。为着尊重因两个，我想要再次询问因两个人的意见。董事长夫人。我反对。你反对？无毋对，酒市企业的股权，阮单价占一半以上。进前的业务会议是陈董事长家己来主持的，虽然讲伊即马无法度来参加，啊，毋过佮安怎讲，嘛应该由伊为伊的继承人陈秋美小姐来代理。你敢？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了，只有将记忆赶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人生的美丽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